宝贝的启蒙书，贝安斯坦熊在奶奶家的1星期，作者史丹贝安斯坦和珍贝安斯坦。熊爸爸、熊妈妈度假去了，熊哥哥和熊妹妹第一次到爷爷奶奶家度长假。贝安斯坦熊一家住在熊熊国，他们住的大树屋就在阳光普照的泥土路旁。有时候他们会拿出家庭相簿一起欣赏回味。这是什么？熊妹妹拿起一本相簿问。我不记得以前看过这些照片耶。这些照片里有2只熊熊在打网球、划独木舟、跳舞和做各种好玩的事。他们看起来很像熊爸爸和熊妈妈，只不过比现在瘦一点，年轻一些。这些是我和爸爸去度蜜月时所拍的照片。熊妈妈微笑着说：“在灰熊度假山庄。”熊爸爸说：“当时我们玩得开心极了。”什么是度蜜月啊？熊哥哥问。一对夫妻刚结婚的时候，会一起去一趟很特别的旅行，这就叫做度蜜月。熊妈妈解释。结婚是一件很特别的事，用度蜜月来庆祝是个古老的习俗。事实上，熊爸爸说，我们决定要去度第2次蜜月，我们要回去原来的地方，打网球、划独木舟，做些好玩的事。那一定会很棒的，熊妈妈说。2度蜜月听起来很不错，熊哥哥说。我也这么觉得，熊妹妹说。他们立刻冲出房间，没过多久就带着度假的装备又冲了回来。哦，可是你们没有要一起去耶，熊爸爸说。蜜月不是给小熊去的，即使是2度蜜月也一样。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熊妹妹问。是这样的，熊妈妈说，奶奶一直希望你们能够去他们家住1个星期，这次正好是个机会。1整个星期？熊哥哥问。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跟任何人住在一起这么久过，熊妹妹说。这个嘛，熊爸爸边说边拿网球拍练习挥了几下。凡事都有第1次。可是我们1整个星期要做什么呢？小熊们问。我们要睡哪里？要吃什么？你们哦，熊妈妈说，只不过是到爷爷奶奶家住1个星期这种小事，就这么大惊小怪的。但对小熊来说，这可不是件小事。他们很爱爷爷奶奶，可是他们毕竟不是爸爸妈妈，而且爷爷奶奶好像有点老。你要带什么去？当他们在整理行李时，熊妹妹问熊哥哥：“我要带2本书，抓子游戏，还有我的熊宝宝。”
我带这些。熊哥哥说着，举起几本书和他最爱的溜溜球。出发时，熊爸爸最后才把他们的行李放进后车厢，这样他们到了爷爷奶奶家，卸行李的时候就方便多了。接着，在许多拥抱和亲吻之后，要去2度蜜月的熊爸爸和熊妈妈就快乐地出发了。看年轻人开心地出去玩真不错。熊奶奶边挥手边说：“我们才是年轻人。”小熊们喃喃说道：“我们才应该开心地去玩呢。”你们坐了这么久的车，肚子一定饿了。他们进屋后，奶奶说：“要不要来点我特制的蜂蜜核果饼干和牛奶？”没关系，谢谢奶奶。熊妹妹说：“我现在还不饿。”嘿，这些饼干还真好吃。熊哥哥说。于是熊妹妹也咬了一口，的确很好吃。不过这不是妈妈做的。现在我带你们上去顶楼的房间，让你们先安顿下来。熊爷爷说。小熊们正要伸手拿行李，可是连爷爷2个字都还没说完，熊爷爷就一手拎起他们，连同行李和所有的东西爬上了陡峭的楼梯。对一个这么老的人来说，熊爷爷还真是强壮。顶楼的房间非常舒适漂亮，虽然如此，但这不是家。爷爷，熊妹妹问：“你想爸爸妈妈现在是在哪里呢？”这个吗？熊爷爷说：“我想他们应该还在路上，可能刚好可以看到灰熊度假山庄。”小熊们把行李打开之后，熊爷爷认为他们或许会想探索一下这间房子。虽然这里不是自己的家，但这间房子却相当有趣。阁楼里塞满了各式各样好玩的东西。奶奶的厨房里充满了可口的食物和诱人的香味。还有熊爷爷的书房，爷爷知道怎么在玻璃瓶里做一艘船，但是当小熊们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只是微笑不语。你觉得爸爸妈妈现在正在做什么呢？他们接着又问。我想他们应该已经换上了网球服，正快乐地打着球呢。熊爷爷说。接下来的几天，熊哥哥和熊妹妹发现有许多好玩的事可以做。他们帮忙熊奶奶喂她的小鸟朋友，它们的种类比小熊在任何一个地方看过的还要多，而且奶奶叫得出每一只小鸟的名字。他们帮忙熊爷爷修剪并整理树枝，做另一艘瓶中船。原来熊爷爷是先在玻璃瓶外把船做好，然后再滑进瓶子里，实在是很巧妙。熊爷爷带他们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钓鱼。后来他们载着满满的鱼回家。我想，熊爷爷说，你们的爸爸妈妈现在应该正在划独木舟。我希望他们玩得很开心。熊妹妹说，因为我们也玩得很开心。
待会最好把椅子收进去。吃完美味的烤鱼之后，爷爷说：“明天要下雨了。”你怎么知道？熊哥哥问。我的身体可以感觉得到。爷爷回答。结果爷爷说的一点也没错。太好了，熊哥哥说，这样我们也可以放松一下。熊妹妹拿出抓子游戏，熊哥哥则玩起了溜溜球。我以前也很会玩这东西呢，熊爷爷说。爷爷说的果然没错，他不但可以让溜溜球睡觉，玩遛狗散步，甚至还会耍时钟摇摆和环游世界。下午大家都睡了午觉，到了晚上，他们神清气爽地一起去参加爷爷奶奶每周五固定的方块舞聚会。熊爷爷和熊奶奶可不只是站在一旁看而已，他们和最会跳的人一起共舞，最后甚至还赢得了最活跃伴侣奖。哇！到了早上，熊妹妹说，这星期过得真是飞快，而且我们还学到了好多东西。熊哥哥边说边练习时钟摇摆。爷爷奶奶，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事情？熊妹妹问。真的很多事情耶，爷爷甚至还能凭感觉预测天气。这就是当老人的好处之一。爷爷微笑着说，如果你每天都学一点新的东西，等到有一天你年纪老到可以当爷爷奶奶时，你就知道很多事情了。哇！熊妹妹说，我想你和奶奶一定老到知道所有的事情了。哦不，爷爷边笑边说，你永远不会停止学习新的事物。你看，像这个星期，我们就学到了一件很特别的事，那就是当爷爷奶奶是多么美好，有可爱的孙子是多么幸福。然后，熊爷爷和熊奶奶一把抱起了小熊们，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接下来，他们听见一阵熟悉的叭叭声，原来是熊爸爸在按喇叭。他和熊妈妈2度蜜月回来，小熊们该回家了。向爷爷奶奶道别，说过谢谢之后，贝安斯坦熊一家就坐上车，准备回家。才刚上路，熊哥哥和熊妹妹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在爷爷奶奶家的这星期有多好玩，多新奇。看来，熊爸爸说，你们这星期玩得很开心。哦，真的很开心。熊妹妹说，爸爸，也许你和妈妈可以去度第3次蜜月，那我们就可以再去爷爷奶奶家住1个星期了。3度蜜月，熊爸爸说，我没听过有人去3度蜜月的。这个吗？熊妹妹说，凡事都有第一次嘛。